今年這棒這統一賽的開幕戰呢，是佇台南的亞太棒球場，有上萬人來看比賽。也毋過這球場外口等下要招標呢，煞引起真大的爭議。這球團呢，總是無講無答安尼打廣告，講這戶外的美食服務呢有緣再相會，或者球迷是氣甲規巴都火。偏想講這台南市的體育局呢，做代志攏無咧規劃。今嘛面對着這社會質疑，體育局是強調講一定會依法公開來招標。台南市亞太棒球場歷程開幕辦甲真轟動，統一賽隊開過3場賽事，請上萬華人來看，這嘛破台南職棒史的紀錄。想袂到外口的美食單位逼出爭議，統一賽球團初期無講無答打廣告，講外面美食服務有緣再會，讓真儕球迷不滿，真儕人去市長黃偉哲的面前鬧話，甚至體育局的舉國代表，讓網友改做台南市韭菜收割局。網友質疑市府甲單位利用煞，就無要插人啊。記者嘛有問相關業者，無願意出面受訪。覺得那些商家也太過於可憐了。那明明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東西，那現在被市政府這樣臨時喊卡，那他也不知道接下來人生再去球場服務的時間點是什麼，我覺得非常的不值得。這些店家實在太可憐了。大家會覺得是被趕走，那其實背後就是因為他們很多事情簽約什麼都還沒有敲好。那我如果是身為一個民眾，我會覺得是這個部分比較誇張。統一賽球團發聲明，感謝單位完成階段性任務，有業者嘛鋪文，寫4月初期公告招標，中央寄一個清明連假，4月初8開標，互外界質疑體育局的招標時間傷趕。台南市體育局8月開幕期間的單位是委由球團代辦的臨時性營運，因伫4月初已經完成單位招商標案，嘛有上網絡公告，嘛有向相關廠商邀標。制約範圍是亞太城棒主球場本體，不包含場外的空間。4月1號賽事結束，因球迷反映戶外攤商服務仍有必要，或係上半賽事還有21場，所以我們必須透過公開招商，以符合採購的程序，並保障攤商的權益。體育局指出，因是亞太城棒主球場的主管單位，在依法行政無特定立場，更加無特別特定對象。球場外要有單位進駐，就必須要依法公開招標，市府請球迷和各界見諒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